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6月2日，樓市氣氛持續熾熱，新盤市場豪宅成交持續暢旺。其中近月現樓重推的中信泰富位處東半山大行道135號的晉宇渣甸山，繼早前6大手客購入多伙單位後，項目昨日再接連售出7個單位及6個車位，當中再有大手買家購入一座11樓全層兩伙及15樓全層兩伙，當中第一座15樓 A 室，實用面積1679平方尺，賽4房雙套間隔連1個車位，成交價為9200萬，尺價約54795。項目過去1個多月來已累計售出20伙，套現約16億。另外，恒隆地產東半山收租豪宅裕豐新近亦成功售出複式單位，剛售出為21樓 B 室，實用面積2337平方尺，成交價逾1.15億，尺價達49286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資訊，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